接下来这个节目是11时装秀，他们要表演是流行时装。因今日即马出来吼，就是要表演咱即马所现时所流行的服装。 不简单。现在他们接下来就是流行时装的几位小姐，她们要出场来答谢我们长辈会，谢谢。
年的时装秀，拄仔咱所看的，是因8位小姐给咱穿咱上流行的时装，多谢。